係，你好啊，網上嘅朋友好。咁好多人咧都會問我哋啦，白內障係咪一定要做手術呢？咁其實呢個問題咧係好多病人咧好常見嘅問題嘅，可能佢要幫屋企人問啦，可能或者係自身嘅問題嚟嘅。咁有啲人咧永遠都覺得咧係咪要等到白內障成熟晒咧先去處理呢？但我哋依家嘅諗法咧其實同以前咧係好唔同嘅。你可以將我哋嘅白內障咧理解成我哋眼睛入邊個鏡頭啦，變得慢慢混濁，就好似我哋嘅相機鏡頭咁開始起霧一樣。一開始咧可能影響唔大，但係會慢慢咁樣影響咗畫面嘅質素，而同埋個清晰度。問題唔係有冇白內障，而係佢影響你生活嘅情況有幾多。第一個常見嘅情況咧就係我哋日常生活啦開始受到影響啦。例如我哋睇書啊、用電話啊，或者係睇電腦咁樣，開始睇得冇咁清楚啦。又或者我哋睇電視啊、睇路牌啊，比較遠啲嘅事物啦，都冇以前咁好。如果呢啲情況咧，其實已經影響緊你嘅日常生活習慣啦，就可以考慮我哋做一啲進一步嘅評估。第二個情況係你配嘅眼鏡咧，都幫唔到你啦。有啲人會發現啦，佢哋見到佢哋睇嘢矇啦，第一件事咧可能都去咗揾視光師先嘅。咁而佢哋就會配一副新嘅眼鏡啦，但係配完之後咧，發覺咧個視力咧仍然係唔理想嘅。呢啲情況咧有機會咧其實同白內障嘅進展係有關係嘅。好，第三個情況咧就係光線嘅問題咧開始明顯啦。例如佢哋夜晚咧覺得睇嘅燈光咧有個光圈啦，又或者對光線咧係特別敏感嘅。佢哋會覺得好刺眼啦，比較影響佢哋嘅夜間活動。呢啲亦都可能係白內障咧伴隨住帶來嘅變化嚟嘅。如果有以上嘅情況底下咧，我哋可以考慮咧做一個詳細嘅眼睛嘅檢查，睇下究竟眼睛出咗啲咩問題啦，同埋最後係咪需要接受手術嘅。